你飲完牛奶會唔會覺得肚脹肚痛？呢個情況原來全球好多人都會遇到。牛奶呢種我哋日常生活中好普遍嘅飲品，點解會對部分人嚟講係一種負擔？答案就隱藏喺我哋嘅基因同埋人類幾千年嘅演化史入面。最初，大人係消化唔到乳糖嘅，但大約1萬年前，當人類開始馴養牛隻，歷史嘅齒輪就開始轉動。牧民文化嘅興起，令一啲人嘅基因出現咗關鍵性嘅突變。呢個突變令佢哋即使成年後，身體依然可以持續製造乳糖酶，從而可以消化牛奶中嘅乳糖。呢個基因就係所謂嘅乳糖酶持續表現基因。佢唔單止改變咗人類嘅飲食習慣，更影響咗文明嘅發展同埋人口嘅遷徙。透過地圖，我哋可以清楚見到呢個基因嘅傳播路徑，同牧畜業盛行嘅區域有高度重疊。所以，下次你再飲牛奶嘅時候，不妨諗下，你飲緊嘅唔單止係一杯嘢飲，而係人類萬年演化嘅故事，一個由遠古祖先遺傳落嚟嘅驚人奧秘。